搁在新闻来看，美国表示讲，因当个考虑要提供政府飞弹予乌克兰，也毋过美国总统川普是强调讲，这得爱看乌克兰是打算要安怎来使用这个飞弹。路透社顶外国媒体是根据川普政府官员甲欧洲专家的讲法，指出讲目前美军本身就正欠缺这个武器，要搁再提供乌克兰飞弹的几率应该是无悬。美军正式编号 BGM-109的战步巡弋飞弹，是美军对外东部定使用的武器。目前以水平战舰甲江南作为主要发射平台，以及无共型号战步飞弹的上大射程为不足500公里到2500公里不等。最近包括泽连斯基等乌克兰政府高层几啊摆呼吁，除了爱国者防空系统，也当提供射程达到2500公里的战步飞弹予乌军，用来打击俄罗斯境内包括能源设施，甚至大都市等目标。当地美国透露考虑提供政府飞弹的信息，引起有关各方无共欢迎。美国总统川普找到伫白宫面对记者对问，只讲已经大概有所决定，也毋过也留落未少风声的空间。I think I want to find out what they're doing with them. Yes. You know, where are they sending them? I guess I'd have to ask that question. That war should never have started, would have never started. Such bad judgment was used there. I think on both sides, by the way. 因为乌克兰一旦有设定达到2500公里的打击能力，一定会威胁罗西亚首都莫斯科的安全。所以，俄国除了一再提出警告，也强调爱等美国有更加清楚的表态。Поэтому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ерьезный виток эскалации. Мы так понимаем, что нужно дождаться, наверное, более четких заявлений, если они последуют. 属于欧洲独立智库、欧洲地缘政治论坛为陆军退役的军事分析家史夫科夫指出，乌克兰无会当发射战步飞弹的军舰，美国研发的陆地发射台也只有2座，分别位伫日本甲德国，所以乌军技术上无法度运用战步飞弹。路透社的报道也提到，以美军伫中东战场的真大消耗量，当年产量只有数十粒的战步飞弹，家己拢无够用，支援乌克兰可能性并无悬。另外，乌克兰最近定以无人机越界空袭，轰炸罗西亚燃油厂等能源设施。罗西亚总统普廷测试访问圣彼得堡会见军事将领的时强调，乌克兰着急要向西方面国展示攻击陆方的能力，不过实际上对整体战局并无帮助。陆军有关继续慢慢向前推进。公视新闻徐家珍编译。